我知道人会长大，逐渐更新自己的记忆。我觉得人也自私，渐渐忘记所有的过去。从零期开始，一直到现在，控制自己的快乐，不敢去回眸岁月的痕迹，掉入阴影的面积。我曾经学着大人的语气设计自己的未来，到现在真正的成年，拥有了大人的梦想将来。这几年过得还不错，思想也成熟了起来。逐渐的，爸爸相信我也能做到，让他信赖。你不用担心，我亲爱的妈妈，爷爷奶奶偶尔吵架，身体也不算太差。哥哥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还有幸福的家。我也要像舅舅一样，变得不再害怕。北京异乡的我，又将要去何方？身上背负行囊，偶尔也会难过。究竟要多久呀呀呀呀？盛开的那一朵呀呀！你说那些风儿轻轻地吹，你说那些云儿不会散退，背上行囊，某个弯腰。你说那些落叶不会枯萎，因为落到背上笑着面对，悄无声息地飘向远方，还有一轮伴我的月光来逾越。원하의 머리던 작은 제정체 무지든 푸는 싸워동 조명 원하의 머리던 작은 제정체 무지든 푸는 싸워동 조명 제모 족반을 제지 이적의 영따위 너무 뽀빠는 뒤늦지 났던 내 무디더인 나라라지는 뽀빠 밀정조 또주던 왔던 밀정로 메모로 와 차이스고 셰터인 모자는 엉트인 디는 조징 알랍 정위래와 도마인 디는 조징 알랍 하위 무지다 머리八零年末闯祸的人终身等不到日落，啼哭的欢喜有个问题少年降落，母亲的啰嗦让我成长不再犯错，接下来的生活它会带给我更多的收获。啦啦啦啦啦啦啦，阿妈阿等좋지阿妈阿提聪明阿妈。你说那些风儿轻轻地吹，你说那些云儿不会散退，背上行囊，五个弯腰。你说那些落叶不会枯萎，因为落到背上笑着面对，悄无声息地飘向远方，还有一轮伴我的月光来。你说那些风儿轻轻地吹，你说那些云儿不会散退，背上行囊，五个弯腰。你说那些落叶不会枯萎，因为落到背上笑着面对，悄无声息地飘向远方，还有一轮伴我的月光来一样，五个弯腰，背上行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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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达桑加措队 ，Hello， 他们现场演绎的好不好？谢谢谢谢，哇，太酷了！是，来，接下来呢，我们要认识一下藏风也能给我们带来嘻哈新浪潮。来认识一下这支队伍，队长先来吧。队长开始，好吧？大家好，我是达桑加措，不好意思，嗓子哑了，来自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今年24岁，我来到藏风美少年的原因是，我想把自己更多的原创音乐带到这个舞台上，与更多的人分享。谢谢大家。好，谢谢。下一位。而且这首歌也是原创，是不是？是啊、对对对，这首歌我们只花了1天就做出来了。哇，太棒了！来，下一位。南巴堂吉康生，乐主将初音。大家好，我是黎志坚措，来自青海。我来到藏风美少年的原因是。想把我们的歌声、我们的说唱、西藏说唱带给全部的人，带给全国的人，带给全世界的人。好，谢谢。下一位。大家好，我叫尼玛次伦，来自凉山木里。今年23岁，是一名大3的在读生。
我来到这个藏风美少年的目的呢，就是想用歌声把木里这座上帝浏览的后花园带给大家。哇，好，最后一位，大家好，我叫巴尔扎，今年21岁，来自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市，我其实是一名演员。来到藏风美少年，我想，跟像我的前辈一志哥这样学习，还有跟各位老师，还有所有工作人员学习你们的精神。谢谢，谢谢，谢谢4位。好，那告诉我们这一次登上我们的公演舞台带来的藏风密码是？我们带来的藏风密码就是酥油桶。酥油茶的姜桶，对，给我们讲一讲，告诉大家这个是因为我们得从我们的队名开始讲起，因为我们的队名叫城市藏人，因为我们4个人都是从城市长大的藏族，从小对这种富有藏族独特文化的这种东西其实没有见过太多，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因为小时候一直在照片上看见那些照片上的妈妈用这些姜桶为自己的儿子或者是招待客人嘛，所以我们也就选择了这个特殊的藏风密码。对。所以说，你看，就是特别劲爆的歌曲，其实背后是满怀深情的。这首歌也是唱给我们的妈妈的一首歌。那几位有没有什么想对自己的妈妈说？妈妈，我是常年就一直不在家，也算是离家的游子。我们也算得上是朋友，除了母子的关系之外，一直是无话不谈。反正我在外多鼓励，也时常会听您的话，也会想起您，所以等我回家。妈妈，我想对你说，从小我就特别独立，我又是独生子，我又是从3岁从牧区来到了城市，在跟所有的朋友在一起生活，跟一些不是自己民族的朋友在一起生活，从小没有学过自己的文字。当我长大的时候，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学会了自己的文字，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是我自己的东西，一点都不难。然后我要让我妈妈知道，你是我的骄傲，但是以后我也是你的骄傲。谢谢妈。我想对我的妈妈说，虽然我的妈妈有4个子女，我是最小的一个，我是老幺嘛，我有3个姐姐，然后从小我就感受到了，比常人更多的母爱，不止来源于我妈妈，更多的也来源于我的姐姐，所以我想对他们4个说，从小就是你们在照顾着我长大，而以后我也能够为这个家撑起一片天。我想对妈妈说，今天是你离开我的第14年，然后，我把我想说的所有的话，我都写在歌词里面，可能没有那么美吧，但是这些都是我想说的。加油加油！对不起。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些对妈妈说的话，一定都会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少年们，他们在舞台上的表演是非常的成熟的。我们也看到他们有很细腻的情感，他们有很成熟的心智。我相信这所有的一切，妈妈都一定会听到，而且你们的妈妈一定会为你们感到骄傲。其实今天，我觉得就像命中注定的一样，今天是我妈妈的忌日，刚好就是我刚才唱的那段词是我在几年前写的，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吧，没有什么平台，还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资源可以把这首歌发出去，让大家听，还有就是表达我的心意吧。然后我觉得今天，藏风美少年这个平台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
终于14年了，我终于把我心里面想说的全部说出来了。谢谢大家。谢谢。